世界万行带，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那么这2天，除了关心着国内的大选之外，大家敢有注意到美国的军火商为着一个退役的这个中将来到台湾，人数有够多。咱讲到美国的军火商来甲人真济。 是来趁钱，也是要来帮忙台湾，也是帮忙嘛爱钱互人趁。到底是咱家己的实力是虾米款？为虾米连国外的基金嘛来倒参？是毋是台湾是愈来愈安全，还是愈来愈危险？总是来讲，来听专家来分析，唔通干那对着人鼓持伫咧喊。 首先，咱来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是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安研究所所長辛明哲。平林，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第二位，咱前空軍的副司令張延廷張將軍。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三位是《金周刊》的副總主筆段思杰。主持人好，大家好。第四位在線頂的是資深的軍事記者郭豐章。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那麼首先呢，咱就來和大家鬥陣來關心，到底這條新聞是安怎一回事？這是美國25間的軍火商來到台灣，但一早起，就真濟人伫咧門口口咧抗議，講恁是要來賣軍售，敢是安尼？事實上，拜會到國內的軍工產業者，那麼要來找合作生產無人機甲彈藥，另外。 代表團今日早起也出席到台美國防產業合作的論壇，而且還佫出現了台美商會的會長韓如碧來指出，講雙方建立在伙伴關係甲現在的2大前提。那麼美國前太平洋陸戰隊的指揮官退役的中將，伊來強調講，世上無比亞太地區更較重要的地區。 美國無希望這個地區發生了衝突，會來幫助到台灣提升到國防的實力，合作入侵。美國25間軍火商來台灣，要找合作的機會，強化台灣無人機產業的量能。第三出席台美國防產業合作論壇，美台商會會長韓如碧講，這個論壇建立喺東亞關係甲信任2大關鍵，會持續擴大台美軍事合作。 美國前太平洋陸戰隊指揮官，也就是退役中將羅德強調講，世界上無比亞太區域更較重要的所在，透過協助台灣國防自主，打造供應鏈，喺國際領域幫助台灣。That are most dear because of the island nature of Taiwan is a supply chain, sustainment, supply and sustainment resilience. Is here to talk about partnership with Taiwan industry on the basis of trust that wasn't accumulated yesterday or over the past week, but that has been built over decades of working together. 台海情勢嚴重，羅德講美國無希望地區發生衝突，透過幫助台灣提升國防實力，阻擋中國入侵。國內業者表示，台海地緣政治有緊迫性，中國軍方擴大鋪設地帶衝突。 台灣需要更加濟產業合作，因應無邊幫作戰。台灣的工業實力，那麼受到我們的美國盟友的重視，而我們的在國防上面的工業合作，將會對於鞏固第一島鏈，對於鞏固台美之間的集體防衛體系，是一大的要緊。外務協會指出，國防工業是台美合作嘅關鍵領域，台灣會當成做全球國防可靠嘅談判。不過，軍火商即個訪問台灣，卻有部分嘅人士誤解做是要做軍火嘅買賣，引起爭議。論壇外口有統派團體抗議，指控美國戰爭犯啊禍害台灣。學者表示，台美愛達成軍事合作，國內產業愛趕緊提升實力。記者綜合報道。咱睇看到新聞段吼，一開始我嘛有點出來，講這到底是人要來賣你武器，還是要來提升到台灣的戰力？ 和台灣的，而且不止如此，還要提升到整個台灣的工業的這個實力。
这个所长，你先甲咱点这个题吼，来做一个定位。第一个我感觉讲，伊若是想要来台湾卖物件，甲趁钱，敢会2、5间的厂商拢会来。应该是一个、2个较有可能卖台湾武器的厂商来遮，甲官方谈判，还是协调，才有可能。那有可能讲2、5间大家来开一个会，就是卖物件。而且我的真直观的这个想法就是讲，如果若是要卖物件，应该是较隐隐约约吼，较无爱互人知呢。应该是讲公开着。要卖物件的时阵，你若谈判到最后的阶段，应该是准备要签约才互你知着。对，可能内底有只较 detail 物件爱谈无清楚，尤其是讲偌济工业合作，爱偌济钱，偌济年的受限，还是后勤。后续的后勤的资源，就是物件爱谈的。咱感觉即马是第3届厂商来台湾参加这个论坛，表示讲以前都来过啊，2018年都来过啊，嘛是差不多这样的规模。毋过今年是安怎大家较重视？我感觉是第一个。所以18年的时候就来过啊。18年的第2届，今年的第3届。今年那遮侪人遮重视，我是感觉应该是甲乌克兰战争有关啦吼。另外就讲台湾问题已经国际化，大家拢足关心台湾。拄韩鲁波嘛有听到，也是迄个鲁德将军嘛有讲，台湾迄个供应链，供应链伊可能有2种讲法啦。第一个就是讲台湾的半导体的供应链最重要的，所以台湾应该要留落来，袂使互别个国家摕去。第二个就是讲，以前这军火产业伊的供应链，国防的供应链为中国，即马美中的关系遮歹，伊即马想要讲，这个供应链，国防产业供应链要为中国来刷来台湾，所以来看卖讲台湾产业有啥物会使当合作的你会晓啥货互你做得好，我毋免做，还是讲互你做成本较低，毋过你袂晓，我会使教你。技术转移，互你做了大家这有技术转移的可能性。对。这个刷来会请教到将军吼。那这一处讲起来，那听所长所安尼讲的，应该是商业的性质，商业的性质较重，但是对着商业的性质，咱甲创这个零件安尼，是毋是会当讲会去打着这个中国家己画这个红线，还是讲其实到目前为止？中国不管你安怎做，中国就认为你已经打红线，这咱要安怎再来应付？本来就是安尼嘛，但是阮等下伫台湾的立场哦，台湾的都是国防自主。你安尼国防自主，你就有别人会晓的，你台湾袂晓，你就爱请别人来帮台湾来设计，来台湾来做。伊人的美国的技术较好，伊转移到台湾来，台湾的成本较低。安尼你比较利益法则由台湾来做，对台湾对美国拢有帮助。安尼是上好，唔是说美国大行拢来做。你知影哦，一只无人机嘛汽车嘛好，迄做侪国家做侪厂商来做，大家倒出来。你毕竟哦，你袂使每行拢会晓，每行的成本拢低，无。因为成本你悬，但是别人的成本较低，所以将军的意思是讲，因会来台湾，一方面是要增加台湾国防的实力，但是一方面嘛是为了趁钱啊。对，就是安尼啊。你降低成本要 cost down。对，安尼对于美国来讲嘛是好，美国嘛有市场伫台湾，伫美国是不是好？伊市场伫台湾，安尼伊趁钱，唔是好势。那台湾爱继续，台湾嘛爱市场。台湾做出来的，台湾会让这机翼，机翼的话，台湾伫台湾做，安尼，因为伊的技术较低，台湾较会使做，但是台湾做卖给美国成本较悬，台湾来做卖给美国，那趁美国的钱，伊继续安尼毋是上好。所以才来个遮济枪枪。安尼来讲吼，双赢，伊趁钱，我嘛趁钱，伊趁钱，我趁技术。阮技术进来的时阵，技术嘛变成趁钱，安尼哦，你对台湾的国防自主，安尼毋是较好，安尼毋是双赢。台湾呢，是以威胁为导向的，就建军的模式。安尼状况之下，你嘛爱，
中国即卖伊的国防预算，伊的军事的威胁伫台湾较悬较大。已经无平衡啊！无平衡嘛，你安尼话，你到台湾安尼闭门造车的安尼的限制之下，你安尼你进步较慢呢？你爱从美国引进伊的美国技术，安尼你较紧，你莫一步一步的来做，真嘛袂赴啊！你知影这技术的科技的技术哈，真紧的呢？你可能你做出来时，你落伍啊，就袂负气啊，袂负啊！你安尼别人研究出来，互你来做，安尼是不是事半功倍？是。你安尼，所以吼，安尼要合作。台湾有台湾的优势，台湾的成本。将军，你讲到优势，我要来先来请教着这个咱的段主编吼。咱今日请到段主编吼，其实写了真侪文章吼，咧讲到台湾的军工产业吼。咱好先互观众朋友来理解，啥物叫做军工产业啦吼？有哦，即个领域足济啦，吼，直管的就是国防甲军事啦、武器系统啦，但是也有航空航太啦，吼，啊，佫有啥物呢？咱来看哦，这顶头写了真济，哦，这咱来看这写了真济，啊，佫有能源甲环境，啊，医疗保健，啊，佫有汽车甲交通。智慧制造，啊个运输甲物流，甚至运动产业甲教育甲研究吼。段主编，咱在台湾的这产业当中吼，即摆上强的是几个领域，尤其你的文章内面来提讲到讲，即个北欧的即个国家的主权的即个基金也来投某几间公司安尼，这是啥物情形？嘿。阮知影哦，军工产业哦，竞争是足冷的吼，啊，毋过最近哦足热的，足热的啊！对，从资本市场哦，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吼，最近的股市无啥好，啊，毋过军工股哦强棍吼，是，对，我嘛会使看到这个挪威主权基金吼，我们发现说哦，它在它有看出来说，它去年投资的这个比重哦，发现它也有投资台湾2档军工股。所以我们就觉得说，怎么他有注意到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个挪威主权基金哦，它的背后是政府。那我们知道啊，它投资的这个对象哦，一定是要很稳健的、很谨慎小心的。而且咱咧过去咧讲吼，咱有观众朋友一个概念哦，过去咧军工产业哦，佫是邪恶的这个产业啦。真侪人会感觉气嫌讲，啊，你这个邪恶的产业，咱歹去啊投，政府可能你若投会去用骂呢。对，以前像美国最大的这个邪恶基金哦，前10档里面有3档就是这个军火工业啊，所以过去我们对军火工业都是这种观感哦。不过呢，这个挪威主权基金哦，我们知道这个北欧哦，电动车在哪里渗透率最高，就是在北欧，因为北欧人的这个环保意识很高啊，所以呢，它这个挪威主权基金哦，基本上可以说是这个 ESG 的基本教义派哦。所以为什么他会来投资这个军工股哦？所以大家也就觉得说，也是对我们的一个肯定。哦，所以这台湾这军工产业去用肯定哦，对遮就会当看出来吼。咱这线顶吼，要来请教着这个洪忠，洪忠你今仔日也伫这个现场嘛，论坛这个现场啊，这2天啊，甲所长拢有斗阵哦。你观察到这个现场吼，以一个记者的身份，你来传真，互咱来知影讲，这个现场的这个气氛啊，这25个厂商哦，到底是啥物情形哦？讲互大家小可偏芳一下。其实吼，因为还未来台湾之前，因为这美台商会这个会长，Rupert 有伫美国就接受访问嘛，所以其实伊当初已经讲清楚啊，是带这25个大公司的代表，其实实际上来到遮有30间吼，包括有其他5间有加入，所以包括这25间还是30间的这美国。军工嘛好，也是讲国防产业相关的产业，因为咱有一个，我是感觉讲哦，较无爱用军火商这个名来好啦，因为这做污名化的。就像讲咱一支菜刀吼，你放伫厝里伫厨房的时阵吼，伊就是正常的物件，但是你也来对付别人吼，拿起来要扑人的时阵，迄个是武器，迄个是邪的武警嘛。所以我是感觉讲，国防是你防卫你家己，毋是咱要攻打别人。包括美国
卖互台湾的军火嘛好，咱讲军火其实是咱台湾防卫要用的物件，所以这项你大家印象讲吼，咱就叫做邪恶产业啊，是安怎？我会感觉讲，这无啥公平啦吼。尤其对这个产业来讲，从业人员是有够济。大家莫袂记吼，台湾第一届买到的 F16吼 ，F16是当初老布希要选举的时阵，要连任的时阵，伊怎直接宣布，为着啥物？为着得手意大利的选票。所以，迄150只 F16的时阵，咱台湾买落来，但是咧，台湾和美国合作的 IDF 战机300台，佮占掉150只在订单。所以，咱倒转来讲吼，即届是真难得讲，因为3年的疫情吼，互即个台湾甲美国的国防产业的两边的业者无法度来接触，吼，因为透过讲你也网络啦，是安怎讲吼，无面对面来讲上好。啊，尤其咱即3年来讲，台湾的即个国防也是讲科技的产业，其实嘛有咧进步，因为咱以前控制得较好。所以，无因为讲以前咱规个拢停工，还是拢讲拢封城，拢等去处理，无法度做工。其实做者研发R&D 拢继续咧进行。其实这嘛是美国人是安怎爱深深来甲台湾看的上重要一点。因为做者物件，你也做出原型咱叫做 prototype 的时阵，伊个用看出因内行的人，个用看出讲你这后壁有偌济潜力，会使发展的这能力。有后壁有深度，还是讲有发展性？这其实对做生意来讲，无论你是做军工的产业，还是做高科技的，还是做半导体的，做这物件，你有法做出原型的时阵，还是讲规个大系统内底分细系统，咱叫 subsystem， 就是主系统的时阵，分是讲一条连机来分5大系统就好啊，发动机。控制单位控制系统，还是讲迄个环境控制，还是讲你上手要用的，还是各有你讲内底武器系统，还是雷达，这5个内底你讲会用做一项，你就真牛啊！会用做较好就真牛啊！所以人有法度找到你共同合作的这个机会。啊，即届来其实讲真诶，主要是因为这个中将退役的陆战队的中将，因为伊有是主要是要。提醒大家讲，美国有重视台湾的国防的实力，所以才安排伊做代表性的这个团长。其实伊甲军工的产业，其实伊是一个沟通者，伊是负责讲和国会去接洽的时阵包括美国军方，算讲拜托伊做国会联络人的意思啦。所以伊嘛诚实讲这个军事国防的工业内底的这个。伊确伊拢较小可了解，所以伊会使来做这个协调的角色，是安尼。是啊，除了洪总他所讲的要请教着所长那这一处，尤其这2天你拢对因他们也行出行入你的观察就是讲除了今仔日这个论坛是过去本来就一直咧进行的，但这一处。新的意义，因为台海的情势转变，甚至着美国过来产业要来刷出来。但这个刷出来过程当中，有一个时间落差啦这个物件包括着伊要承诺咱要190亿的这个军费，是毋是会实践在即摆的这个合作？而且是讲道的讲看，我毋知所长一摆。这2天有啥物所得讲？道其实咱会当做的物件，足济还是足少，还是讲搁爱讲的才会讲会顺车。爱讨论这个题目先爱了解讲美国的国防产业安怎产生的。其实是第2届世界大战因为美国是世界的兵工厂，所以伊足济工厂本来是民间的。做别项物件，民间的物件，政府鼓励伊转生产迄个军用物资、战车、火炮，理解世界大战结束了后，才产生的变成所谓的军工复合体，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
伫民间，啊，毋过伊生产足侪物件，卖到世界各地。啊，另外政府嘛，遮产品啊，支援伊的民国，啊，支援讲伫冷战时代安怎抗衡即个华沙工业组织还是共产党，所以有伊的背景啊。那咱若要甲美国买武器嘛，有2个管道，啊，一个就是讲军售，就是讲咱的国防部甲因的国防部讨论讲，我甲你买啥货。啊，伊用伊家己的物件，还是伊家己甲美国厂商买了后转互台湾。啊，第二个管道是所谓商售，商售就是讲伊会使稳准台湾直接甲美国的国防厂商讨论讲买啥货。这2个管道，啊，这2个管道，你著拄仔你嘛有讲过讲，啊，即马环境的改变，因为即马国防产业其实嘛，甲其他产业共款，有全球化布局。全球化布局讲。我不一定伫遮生产，因为我伫别位生产可能成本较低，啊，我甲原料较近，哦，所以有全球化布局。估计咧就是讲，美国的 F-35啊，拄啊开始的时阵嘛是日本、土耳其、新加坡是澳洲，各来国家大家共同投资来发展 F-35。啊，发展了后呢，伊就甲即个 F-35有部分的物件转移互日本来生产。但是讲，咱出钱研发即个武器，啊，毋过伊咧开始大量生产的时阵，我有一寡物件互你生产，互你嘛会使趁钱。咱的 F-16V 嘛共款，因为 F-16V 伊的改良嘛是为台湾开始，所以美国若卖别个国家 F-16V， 其实台湾嘛会使趁钱，嘛会使趁到钱哈。所以这款的合作吼。当然，过去专机化，所以敢若无啥共款，就是讲倒位有需要，啊，着合作，着生产，互伊就好啊。啊，毋过即马就是讲，印太情势变化，啊，美中关系恶化，所以即马就有2个问题。第一个，我拄仔讲的红色供应链的问题，安怎为中国甩于别位。第二个就是讲，若台湾发生战争，哦，啊，咱本来要和美国买的物件，也是要为美国运过来物件。啊，战争时阵敢会？这要安怎？对，啊，若是讲伊即马美国伫台湾找到适合的厂商伫台湾生产，咱的后勤作战持续力，对足大的帮助啊。就是讲啊，我免等美国送来，美国送来可能1个月、2个月、3个月，毋知战争佫歹会遐久无？啊，若会使伫台湾家己生产，咱掌握即个关键的技术甲物件，对于咱防卫战争嘛就有帮助。是，将军哦，这2个。问题要甲你请教，第一就是延续他所长所讲，就是讲，即马现主时在言论的市场啊，2种想法，就是讲啊，你即个美国人吼来甲呢，互我军火遮济着，弹药遮济着吼，颠倒互我吼，足危险的啦，吼，我规身躯绑个炸药，你来甲我来吼，我毋知要安怎叮当，这一种想法。第二种就是吼，我因为我有自我防备的这能力。所以会甲你合作，你唔敢过来。但是呢，一方面佫讲，你中国哦是一个无理性的政权，习近平哦可能安怎。所以呢，把这个军火在身上哦，其实是足阿不然足危险的。将军你安怎想？我说这和平哦，都是爱实力。你无实力，你和平是假的。人都无差你，你无什么实力，咱战争就爆发。就是爱有实力，你的军事、你的科技，对，你袂使哦，差在所济。你读所济吼，伊的代价无啥物悬的时阵，伊就动我，伊就统一啦。所以吼，你国防吼，你袂使欠钱，爱花钱的时阵，你就爱开钱啦，爱开钱啊！你无开钱，国防的开钱哦，无少，都是贵的。你啊，无人机的这军这武器拢是贵的。咱无安尼俗咧，都是安尼。我说就要有实力，要有实力。今麦的科技吼进步真紧的，各做贵，伊的门槛嘛做悬，毋是你做一个无人机，毋是你要爱一个做，所以延续头先将军所讲的吼，我小当也请教着咱段主笔吼，就是咱其实过去吼，因为大海的这情势，美国人定吼。要禁止你发展某物件，吼，但是即马看起来是开放。所以咱段主笔来讲吼，这中科院大爆发，吼，什么是浪子？但是过去吼，将军你甲咱回忆着，过去咱要来
咱的汉翔工业要来发展的时阵，去用阻止，迄阵是袂当做啥物啊？地数着咱即摆来发展啥物物件？将军，即摆无共嘛，即摆为中国起来啊嘛，你为是较大嘛，以前的时阵会胜过台湾，那即摆台湾威胁都大起来，伊希望台湾强，做些物件台湾会再做出来，个比这中国较好。安尼就对啊，你较有实力啦。因为中国较大，伊钱较济，伊武力较强，台湾较细嘛。你安尼的话，台湾就爱上好的这高科技的物件、高科技的武器出来，较会面对中国的威胁。安尼你较有实力，安尼中国较台湾哦，较会在后边，后边是靠实力。那即马哦，美国25家的这军火工业。这种做生意来台湾，我认为这是对台湾是个好机会啊！伊有啥物物件，台湾来个做的时阵，台湾来做啊！台湾做，台湾实力就起来啊！会使做愈做愈好啊！即马我认为哦，台湾啊爱提出了3个条件来和美国安尼合作，对台湾较好。第3个条件。第1个我讲哦，动态的这无人机。的航太展，动态的，不是静态，摆了互你看，伫台中嘛，动态无你，唔是去放伫室内互你看，你看，那就是静态嘛，你放伫台中，飞起来，飞起来，台中有汉翔，台湾啊有红雀哦，有瑞烟，有腾云1号、2号，搁有剑翔的这无人机是反辐射的，这真好啊。那美国嘛来展览伫台湾。哦，这头一个嘛，迄日本啊、韩国、动态菲律宾的迄新加坡嘛来看，那伫台湾嘛来航太展嘛。动态展览吼。啊，第2个咧？第2我认为吼，台湾哦缺军事的卫星，台湾拢是商用的嘛。哦，军事卫星。就有些台湾的华为啊，和台湾的福尔摩沙吼，拢是商用的。但是商用哦，伊的保密的程度较低，无悬。但是我们起码能够打强攻天宫3号跟强攻系统，起码能够拍到70公里，乘以3倍就210公里，差不多被到低轨啊。那差一波就变会使发电人造卫星，这个军用的。啊，你较有自主嘛？你意思趁机会爱甲讨。对嘛？你帮我斗3工，我有这需要。你提出来，你互伊讲，伊可以斗3工。啊，第3个，第3个我讲哦，就是高教机。我高教机。2年后66架，66教练机啊哈，这教练机哦，就教练机哦，都出来啊，都无啊。我请美国帮忙，我去外销啊。你知影30年前，我就会做出 IDF 金国号战机啊。30年前，我比韩国更加厉害。韩国即马哦，结果叫咱袂当发展，啊，就停止去。对，规般人佫走去韩国去。对，韩国去，即马韩国都外销到菲律宾，外销到印尼，外销到。迄波兰到欧洲去啊，澳洲去啊，澳洲去啊，啊无采吼，所以叫美国人甲咱斗销。今嘛吼，阮这永1号高教机真好，你看今嘛飞起来吼，伊个性能都好，就各个攻击机，各个超音速，真好个呀。请美国人吼斗3工来买，因为哦，这3项你做出来啊嘛，60年就做出来哦，以后做就较小。你模子哦，我讲你模子拢开啊，以后都做小啊，你可以做的，你还倒买一架，因为一架永1号高教机吼，11,500万，以后你成本呢差不多8亿，会降价，就做出来啊。你还买一架，我给你5,000万；你买100架哦，给你50亿，给你谈。可以谈。我伊买一架，我起码我伊赚5,000万，我赚2亿。那300架起来啊，我挣赚200亿，伊赚150亿，我赚600亿，我这安尼好啊，因为安尼阮的汉翔的，安尼小咱来请教这1万人吼，拢有工课做啊，是，拢有钱赚呐，股票拢升起来啊，真好啊。美国有通路，台湾无，因为台湾邦交国无安尼做。美国有这个通路吼，美国有通路，好，我互你倒买，迄欧洲哦，阿拉伯国家吼，都要50只，迄要100只，加加起来300只。哦，你台湾的订单安尼，所以唔那是产业本身的发展而已，还佫有通路的问题。对，通路。即我来请教着主编吼，主编伫文章内面也有提到讲，
过去咱的这个什么飞弹其实真厉害，但是呢，咱的国家的地位真特殊，所以要卖袂出去。所以呢，虽然讲真厉害，但是你卖袂出去，甲通路嘛有关哦。你安怎来看待这个代志？甲中科院的这个实力到底是如何？你甲咱讲看。我们知道中科院一向都很神秘、很低调，但是我们这次也有这个采访到一些这个中科院之前的高层主管他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台湾的飞弹实力很厉害，有全球前5名哦。然后我们又去采访了这次这个挪威主权基金也有投资的这家全讯嘛，他又跟我们讲说，其实台湾飞弹的实力有全球前3名哦，人家就厉害。对，给我们照到第3名去。丢，就其实在这个2015年这个中科院去那个法国参加这个巴黎航空展，那时候是他第一次变成法人身份，所以可以出国去参加。那时候其实全世界都有看到台湾的飞弹，都觉得很惊艳。那时候听说好像那个比较远的摊位还有说，你看那边台湾他们做了一些很不错的东西赶快去看一看。所以说这个中科院的实力，所以我们也有人说中科院也是台湾另外一个护国神山啦。我们如果看这个全球100大军工的排名中科院现在是排60名它其实是一直在上升不过呢，因为其实这个排名它是还有含这个攻击性跟防御性的武器，但是我们中科院其实我们只比较发展这个防御性的武器嘛，所以就这个实力来说，中科院其实还要再更前面一点。这是中科院的这个代志接我来请教到线顶洪总，咱头仔讲到其实这摆的这个军事军火商来到台湾，这唔那是产业的问题，还有行销的问题，就他都将军所讲，替咱来销售，那么同时间呢，台湾这通路会当拍开，那甚至着在台湾本地会当做着民间的这个使用。你敢有看到其他的这个现象，还是啥物厂商会当特地来讲的？洪总，咱拄则有听到张将军有讲到是包括新型的高教机。甲汉翔因嘛咧做诶，16位诶教改就是迄个结构诶迄个改良嘛为咱的是 A、B 型甲提升到 V 型，甲变做上新诶，包括雷达这拢去改。其实汉翔诶董事长胡开宏有讲，其实咱自制率高教机是55%，是安怎咧？是安怎保度搁较70、80搁较悬咧？因为有一寡数系统是咱台湾家己无法度做的。工作坦白的因为其实不管是 IDF 嘛好，不管是其他的系统嘛好，包括拄则段主编讲的这中科院的飞弹技术，其实有足大的部分是来自美国的技术的授权甲转移过来了，咱各来做深入的研发，这是咱的实力但是咧。因为这个技术的源头来自于美国的话，美国也要求你最终使用者，你要确定是美国会使同意的，你才会使为台湾卖出咧另外一个国家。这是全世界卖这军工产业国防产业的这产品的时阵，最重要的一个限制。因为拢无想要讲，我甲你授权出的技术。射一个地球，等下都拍到我家己，这是上主要的一个问题。是，所以包括讲，咱刚才讲到，也是讲新一代这个战斗机，台湾需要的。有人讲买 F-35，像拄则汉翔的董事长，我董事长有约讲，希望美国支持咱台湾，佮像古早咱做 IDF 共款，咱台湾家己来开发，安尼咱做法度所有的把握拢摕在咱手头。万一像讲你即摆 IDF 你知影啥怎阿强的无人机来咱西南边遮乱的时阵，大部分拢是咱 IDF 去的。即届这4月初，中共过来围台湾的时阵，为海峡中线遮来90几只的时阵，其实大部分拢是 IDF 甲 F-16去南单只。啥怎？因为 IDF 是咱台湾拢摸甲透的，迄系统拢摸甲足透的，包括这连附件拢咱家己拢有把握，拢有准备好。咱维修的人，甲这维护的人，背的人，拢是足熟手的。
所以咱出勤率足强的，咱叫做妥善率真悬，所以有照着应付这密集要执吼，这侪那好神同款的这共产党的无人机，拢是大部分是 IDF 起的。啊，唔知我讲个地话会讲，有人去秀一个这个臂章无？啊 ，patch， 头顶是台湾 O 型，拍迄个维尼小熊，小那个拍，因为伊欺负咱。这个臂章就是 IDF 的飞官去带起的，咱3连队的飞官去伫的。这吼，这国外偌济支持咱台湾的人，包括各国的军方、美军，甚至讲咱国安单位，拢去用讨。咱国安单位的官员拢叫外国的这官员来讨讲，你这有个臂章无？因为伊感觉咱台湾的这空军嘛好，还是讲台湾的国军嘛好，真英勇来对抗中国。但是咱需要更加好的这个武器，包括咱来法度家己做一部分嘛好，吼，这保险产业用实力更加提升。咱台湾不光是讲去趁着美金嘛好，搁另外一头话讲，不只趁钱，咱这个工厂会使做更加好的物件，更加高级的这个零部件，变做咱家己系统的一部分，嘛是变做咱家己的零件，安尼更加好啊。是，头到洪总吼讲到一个关键吼。也就是讲，互观众朋友一个概念啦。即个军火也是军事哦，毋是讲去迄个干妈店去买一个物件来斗，啊斗了歹了，搁去干妈店摕来换。这内面哦，还佫有信任的问题。你卖互啥人？你若是卖互一个歹人，伊就摕即个来甲断。所以卖互啥人，啊要卖啥，要技术要转移互啥，这拢是关键。在这个过程当中吼，蔡总统啊做了叫咩8当。咱也讲这个产业国防化、国防产业化。那这个物件，那伫所长你来看，咱这8当执行甲安全，尤其佮即马佮拄着这个机务吼，这前所未有啊！咱应该安怎来把握咧？拄仔讲到讲，你的技术类物件卖互啥物人，其实足重要。今仔伫论坛的时阵嘛，有讲到这个议题。迄叫出口管制，export control， 就是讲，即个物件若是我授权互你，你要卖互啥物人，转移啥物人，伊拢爱知影，伊爱同意哦。像讲举一个，就是讲，韩国有卖一个火炮互波兰，叫 Crab， 啊，波兰要甲伊转移个乌克兰，啊，波兰就爱问韩国讲，我这火炮会使互乌克兰卖。伊韩国就讲会使，即摆韩国就讲不要紧，我即摆家己卖互乌克兰就好，所以你会看讲，这个时代是上重要。第一个就是讲，避免这个关键的技术互别人学去；第二个就是讲，莫互这个技术转移到互我的敌人、敌国去，伊用这个技术甲武器来对付我，你讲着讲，咱政府即摆提倡的这个产业国防化、甲国防产业化即马人诶，咱即马咧做迄个掺水干听讲啦媒体讲9月就会使完成，开始试验。我想讲上具体，因为伫古早以前，他想讲台湾要和美国买掺水干，毋过2001年的时阵，美国讲要买，毋过咱无钱，后来想要买的时阵，立法院就无法度通过。咱讲拢即马拢讲迄个时阵若买着啊，即马就过来掺水干，即马台湾海峡也是伫西太平洋咧开始运作啊。毋过即马咱第一代家己做的掺水干9月完成，要开始试验。若是讲8台掺水干拢会使完成，我感觉对咱台海防卫的战力会使提高足悬的我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讲，拄啊将军嘛有提到讲，咱的高级教练机伊虽然讲是为 IDF 安尼转型过来，毋过伊战争的时阵嘛会晓转型，会使带一寡武器，还是飞弹。避免第一个避免讲咱的旧的教练机已经袂使使用啊，所以需要新的。第二个就是讲会使增加咱空中的这个战力。为这2点，你可以看到讲，即马政府所提倡的
产业国防化其实是做成就的。已经有开始有这个成果发生啊，吼。啊，头拄啊吼，将军啊讲着，讲啊无人机吼，其实虽然伊空军吼，即摆大家咯拢想着这个无人机啊吼。这个无人机，尤其咱台湾，咱也知影，即摆这个乌克兰战争当中吼，咱真济台湾的厂商哦，所以咱也请这个段主编来咱来讲吼。咱一个厂商也是供应商，也是安怎？这个无人机在未来这战争当中吼，会担任什么角色？会当做什么代志？互咱代志有一个概念。因为无人机哦，伊的用途哦做广泛的。以后的时阵，即摆吼侦查嘛会使，你话侦查伊的相机底下，佮有红外线相机嘛，暗时的时阵哦，伊的热感应无共，伊就知影迄是啥物物件。暗时的时阵嘛会使。哦，迄个暗光照飞出去看。对，出去看，因为暗时的时阵，伊是热显像仪哦，伊看的嘛足清楚的呢。毋是说这要白天的时阵吼，这白光光的时阵，你较可以出去，暗时嘛会使出去啊。无人机吼，伊无啥物，无人，伊战争的时阵，伊无人的损失。以后的时阵哦，以后的这战争吼，无人的即摆物件开慢慢那变济。即摆是无人机哦，伊有人的机器人伫遐，你啊扫地的时阵，你即摆有扫地无？你扫地机人伫遐都个钟，你都做出清气的，比你扫的更清气的。无人机无人伫遐做安全的系数的提升啦。即摆我们知影吼？这种高教机嘛，我们看这些市场哦，你有这产业链，但是你爱有行销链，你产业嘛有行销，安尼你得双赢。台湾是做55%，你赚55嘛？你美国的零件这系统件45%，你赚45嘛？咱敢有可能讲，在这一处开始了吼，连北岛内面的物件，咱会当来开始来做，敢有这种可能性？对啊，你起码是55，将来是不是65？安尼上升，你的国防自主的比例就提升啦。对你安尼行嘛，安尼行较是有利嘛。但是你也知影吼，这8%是伫台湾组合。台湾就是做这8%组合的这利润属于台湾的，是，所以安尼哦是双赢，台湾赢，美国嘛赢，美国的厂商嘛赢，台湾呢这些下游的厂商不是汉翔而已，其他的厂商这是做液压的，这是做轮胎的，这做起落架的，这是做发动机的这些系统。所以他在洪中嘛有描述中讲哦，咱会当起工真济摆，就是因为咱的。后勤吼，会当供应啊，而且真好修理。你就是这火车头后面的后边的这个拢互你拢盖起来啊，对不对？你这液压的系统，各种的系统，一只飞行机吼，伊的系统吼几千件，迄工厂这企业家拢起来啊，你火车头，所以吼卖做66，你做366吼，后边拢是碳的。你有你物件，你做来无？你的模型模已经开了，开了，你就控伫遐，你就浪费，你无彩啊！你就爱继续的趁钱啊！你通路伊25家来，我紧我互你找市场，但是你嘛要互伊好势，伊爱趁的嘛互伊趁，你安尼伊趁你嘛趁，你趁的时阵哦，这卫星的这下游的工厂嘛趁，安尼这样。拢谈，你伫台湾毋是真好势。是，因为首长嘛有讲，即种吼教练家吼，伊战时时阵吼，飞弹、炸弹，伊拢会啊。买当场。场拢真好啊，平常的时阵就来训练啊。但是有战时的时阵，伊就转换的对国防的这方面的战争的潜力，这是战争潜力，对国家来的安全来讲哦，而且不重要。我看哦，以色列的战争6日战争哦，伊战争潜力，伊拍到无无人机啊。伊拢发挥空权去对阿拉伯的国家去轰炸伊坦克啊，各有诶机场拢是拍了，伊嘛无飞机，因为伊嘛有飞弹来战，但是到最后的时阵哦，以色列哦，伊的教练家出来啊，教练家去战场去，因为战斗机伊无啊，因为伊的战斗机拢无啊，但是伊教练家出来啊，伊个有空军，教练家的空军嘛出来，嘛是。炸弹嘛挂底下，搁出去出任务，搁有哦，教练机出来，所以我看哦，这就是战争潜力。台湾哦，愈侪战争潜力哦，带动国防科技、国防的工业，
安尼你的国防的潜力大哦，军民合用，今天怎样有的时阵哦，你这些车会样做，就是马上伫战争马上被滚车，因为弹药嘛是如人也是这些武器，拢是嘛是车拢会使用啊。你看，拢会使转换，安尼你的国家的战争资源都极大化。是，段主编吼，咱头一开始就讲，因为这间公司，咱即摆莫讲伊名啦吼，这间公司事实上伊也做了一个真厉害的物件，会当使到这个飞弹咧，真精准，吼啊，甲中科院也有真亲密的合作，但这个开发的过程。咱台湾人做了真侪努力，其实这个技术的这个水准吼，已经在世界级来讲。啊，那么咱还佫有其他什么公司，还是其他什么产业吼？咱来看这个台湾军工产业的产业链的解放吼，有做机能性的智慧纺织，有军用 AI 吼，有军用网络安全、军规的5G 啦吼，有C class 的 Plus。晶片啊，晶片、电用的笔电呐，吼，笔记的电脑、无人的飞行器，吼，飞行器啊，军用的机器人啊，石墨烯、量子电脑、军用猎色山，啊，佫有其他，你会当甲咱举一个例，什么产业？咱莫讲什么公司啊呢？哦。比如说像这个军工产业范围真的很大，比如说做纤维的好了，它如果用这个金属纤维做，它也可以变成一个防弹的布料。所以说，很多外国的军服也是我们台湾做的，所以说包括这个纺织哦也是很厉害。那比如说我们讲到像这个飞弹零组件上面的这个厂商哦，它其实做的就是做在这个飞弹上面那个功率放大器。那这个功率放大器是要做什么用嘞？就是比如说它是装在这个反飞弹上面，比如说这个敌人哦有飞弹飞过来的时候啊，你就发射这个微波讯号去锁定它嘛，就跟着那个飞弹跑，然后再回报回来，那我们就可以精准的这个射飞弹出去拦截它，所以这个也是飞弹上面的一个零组件哦。其实台湾，比如说像这个无人机，中科院20年前就在做了嘛。那刚刚有提到说这个军民两用哦，其实这个军民两用的话，现在也是一个很大的商机。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哦，它平常可能是去稻田喷洒农药，或者是去这个修这个桥梁，对，去那个桥梁那边看有没有细缝啊，有没有危险等等。但是战争来的时候，他可能就可以背相机啊，或者甚至背飞弹，他可以去前线哦，就是帮忙。我们看到这次乌克兰战场上面，他就立了大功嘛。那其实像去年这个嘉义无人机的这个国家队成立以后，我们也知道它也带来很多的商机啊，比如说它预估1年的话，那个产值就可以有5000亿哦，所以说呢，这个商机呢是非常大的。那另外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个故事哦，就是像这个现在男生用的这个刮胡刀有没有很快的刮胡子嘛？那其实呢，这个也是2次大战的时候发明的。那当时是因为这个美军哦，其实他们都有戴这个防毒面具嘛，但是呢，他们如果遇到毒气还是会被毒死，他们就觉得很奇怪。后来他们就发现是这个胡须哦有那个空间呐，哦，被扒啦，对，所以毒气会跑进去，所以还是会造成死亡。所以后来他们就去民间跟业者说，你们有没有办法很快做出来，可以赶快刮的？因为以前还是那种要弄泡泡嘛，弄很久。对，所以这样才发明了那个刮胡刀。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吼，这个商机哦，像瑞典做了一个战机哦，它带来的经济效益哦就大于4.5倍哦。所以说发展这个不只是扶植我们这个自主的这个供应链，对，也是带动整个经济。哦，就有影吼，对着军工产业变成烤喙手哦，吼，这真厉害哦。洪总，咱在这个会场当中吼，你也有观察到吼，真侪包括这个中将所讲的吼，这个供应链呐，还是这个美国商会因咧所讲的个信任吼、信赖，在你所观察吼，美国的这个生意人吼，咱也可能知影讲，伊可能也有一个半官方的这个身份，甚至是以早是这个官方的人士，也是军人，啊来到台湾来做这个，甲顶一次参加这个论坛，这个气氛上，吼啊因在对这个有认真咧找厂商，啊咱台湾的厂商的表现是如何？其实吼，我感觉今日虽然有人讲出小可像大拜拜吼。但是这个大拜拜内底，大部分是拢咧讲实话哦。因为咱迄个新所长拄则伫内底有讲着吼，信任的问题不只是甲迄个讲，我知影讲物件袂去倒位，
第个重点是因为即马是两边要合作，真侪方面拢要合作，包括技术要转移，要行多要来，啊，搁有真侪智慧财产权 IP， 拢会交咱台湾来共同来生产嘛好，还是讲研发嘛好，所以这机密已经唔是讲普通的机密尔吼，唔是讲讲吼。这个无人机吼，生做什么款吼，偌悬偌低啊，偌大只尔，毋是讲安尼尔哦。内底上重要安怎去操控这个无人机，还是讲要安怎去锁定迄个目标？迄其实来这种做者高科技的技术的专利嘛好，还是讲技术的资料嘛好。所以因为摕到一个吼，包括2049这个研究院的，都提供讲，咱台湾会使合适。澳洲的模式 ，Australia 的模式就是讲，伊和美国建立一个讲资讯安全的这个机制加认证，啊，通过这安全的认证的时阵 ，certification 的时阵，咱的这个厂商才有法度去接收因这个资料，才有法度共因同齐做工课，这最重要的。啊，因为咱台湾嘛，即马嘛在推行吼，这叫做 CMMC 一个版本，就是讲叫做。产业供应链的资安的成熟度，叫做 maturity model 个对啊，讲因为处理太济这资料爱传来传去，包括美国甲台湾这远嘛，一定控网络嘛，一定靠网络，所以这网络头顶上惊叫人去偷摕到这个技术的资料，还是讲你无意间去跳到处理去，哦，啊，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讲人的部分，人真歹管，咱拄则讲着是管迄个。网络管电脑吼，迄个有一个机制去讲，但是人呢，这人的部分吼，咱新所长伫这个回来的报告时有提出这个问题，你人要安怎去认清楚讲这个人是好歹人，会信赖袂信赖吼？信赖袂信赖，啊，我就算会信赖伊，我爱授权伊会使做到什么程度的工课，各分斩处吼，这袂使讲。伊偏偏家要徛起码，啊！你叫伊去开迄大卡车，安袂当。所以其实内底有足复杂的工课要去做。所以伊韩佩如吼，我问伊一个足歹回答的问题，啊伊嘛无回答，伊讲 no comment， 什么问题咧？咱台湾有真济，即马嘛有吼，真济即个关键的即个将官也是好，军官嘛好，走去对话，包括资料拢袂去，哦，啊人嘛去讲出这代志出去。所以这个秘密，讲的秘密，我都保守无。我问这韩佩如，其实伊讲伊无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啊，私底下又甲我讲，伊讲伊无回答，就是上好的回答。因为头前已经讲过信任嘛，伊是希望来信任咱台湾，希望信任咱台湾的厂商，希望信任咱台湾的这个军人。其实咱应该把握这个机会。是。啊，这个洪总他所讲的，讲到上后尾，这个政局，这个军事的，这个完全都唔是军售而已啊！啊，个信任、信赖，啊，甲两国的关系，甚至甲民间哦，这个产业的这个结合，在政局当中吼，咱也看到哦，这足济，咱台湾也真厉害的产业，但是讲到底，沈将军，尤其咱搁要大选啊吼。这台湾民众应该看这个军售，除了他那团主编讲的，哦，真济这个厉害产业，咱看股票之外，咱应该看啥物？拄啊，洪总有讲到讲，其实韩如别讲到讲信任的问题，伊是讲就是讲保密甲保密的认证，保密的认证其实分两个层次啦第一个就是讲这个公司。敢毋是得到美国的信任，全体的公司。第二个就是讲，你这个公司的国人，敢有摕到这个认证即马就是讲汉翔即马有毋过台湾足侪较小企业，咱政府敢有这个认证的机制或者是机构即马咧成立那以后就是讲，这中小企业若是讲甲美国合作经过这个认证检讨了后，我想讲。可能更加简单，这就是用政府的力量帮助这中小企业甲美国合作。咱知影台积电伊家己嘛伊保密做了足好诶，毋过伊嘛是讲
有个人甲伊个机密讲要摕互中国，啊，即马国防产业若要甲美国合作，我想讲即个应该是足重要的哦。咱即马台湾其实有足侪中小型的军工企业会使甲美国合作啊。我有一个这张吼，咱会看到第一个就是讲伫军舰方面有台船、中钢、龙德，啊，有的是做别的物件，会使合作。做 propeller 吼，propeller 迄是隐形的世界第一。哦，做得足好的啊！啊，第二就是讲飞行机，不管是迄个教练机，也是伊的连副件。哦，最近这个千字头的真红啦吼。啊，即马就是讲，即马即个足红的，就是讲即个阿伊莎雷达足小型的，会使关的，会使走的，即个专门针对这无人机的吼。啊，即马嘛是讲美国嘛足关注即个企业吼。这间吼，这间拢台湾做。这也佫袂上市呢。应该是有啦。